大家好啊，我係慧芬啊。響2025年就接近尾聲啦，唔知大家覺得如何呢？咁記得喎，覺得好或者唔好，順境或者逆境，從中嘅每一點每一滴都有神與你同在。記得舊年響講感恩見證嗰時，有位弟兄就話佢好怕出嚟講見證噶，因為怕失見證啊。係啊。我哋係人啊，我哋係會失見證嘅。咁記得失見證嘅係我哋人，唔係神啊。人係有罪嘅，係軟弱嘅，係需要神嘅。而我哋講見證，見證係咩呢？見證嘅可能係神嘅作為啦，神對你嘅應許啦，神對你嘅恩典啦。所以我都好常記得有朋友就話啦，我哋要常常同別人講見證噶，你見證得越多，你就經歷得主與你更多。咁今日我就想講3點，今年主喺我身上嘅見證。咁第一點啦，神嘅憐憫。咁我有個小組喎，組入邊就只有4個人，唔知點解呢，竟然同時間呢，就有一位仆親啦，有一位跌親啦，有一位無端端行唔到喎。咁有個組員開玩笑就話：哎呀，唔知係咪我哋犯咗罪添？咁師母就回應話：係啊，我哋去要認罪噶。咁當然啦，有人會唔開心話：我哋犯咩罪啫？有冇搞錯啊？咁其實我想話呢，同時間呢，我又睇到一個培靈會，要我哋去認罪。當晚呢，我都為自己近排呢有好不聖潔嘅、好污糟嘅思想作咗一個認罪禱告。晚上入邊就發咗個夢啦，個夢入邊就令到我同個污穢嘅對象斷咗關係。瞓醒嗰時候就感到呢個係聖靈嘅提醒啦。係啊，我哋係要以罪去隔絕嘅。神係要我哋做一個分別為聖嘅基督徒。咁第二點啦，神嘅作為，神係賜予出乎意料之外嘅喜樂。咁今年11月呢，係我50歲嘅生日。之前呢，總係會盼望有個特別嘅生日 party，有啲人會為我搞一日唔一樣嘅生日啦。咁好奇怪喎，竟然呢，喺我工作崗位嘅上，全同事竟然全 department 就俾我搞個50歲驚喜 party，知大家呢，打籌錢嚟送一份大禮俾我，哇！嗰種感動呢，真係難以形容。當時當刻就喊到不知所謂，喊到肥咧肥咧。神啊係知道㗎，神係知道我哋每一位你需要乜嘢，你想要乜嘢，佢係會俾到你嘅。咁到第3點，神嘅恩典同祝福。咁呢個見證呢，我哋喺主日學分享過，但係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。響主日學侍奉呢，係我一個好大嘅實見證，因為我信主咁耐呢，自己啲仔女呢、伴侶呢都冇信主嘅，都冇嚟教會啊，所以每次都好自責，都未虧欠，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好唔好。咁上個月嘅主日學帶領嗰時呢，都隨意啦，有心無心啦，都為啲小朋友話：哎呀！小朋友話：你為我呢件事禱告啦，我啲仔女都冇嚟返教會，媽咪會點噶？媽咪好傷心噶。咁佢哋就第2日呢，竟然收到個 WhatsApp 話，有個小朋友竟然有聽，而且為呢件事幫我禱告啊！哇，哈利路亞！呢個真係2025年神俾我最大嘅祝福啊！有時話響主日學覺得講嘅嘢，佢哋有聽定冇聽噶？其實係啊，神係有聽到噶，所以我哋只能夠全心全力去盡心盡性盡意咁去愛佢哋。神係祝福呢個教會。最後我都祝願大家響2026年能夠更深入嘅去認識呢位又真又活嘅神啊，讓我哋可以活出去交託俾我哋嘅使命。多謝大家。